讲到这国会这款法案，经过4届的立法院会审查，今仔日完成三读，包括着总统国情报告、国会调查权和听证权，也有民事动议权，拢完成立法。等待总统公布施行。国民党团总调宝坤基是呼吁总统赖清德唔通搁再煽动民众啊！也那民进党团表示讲，一定会声称实现。 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正案，经过4届议会审查，2三读通过。条文修正通过。两亚立委不满，用行动表达抗议，向主席大甲立法院长韩国瑜签本扫地啊。南亚立委是无用票据来阻挡。审查过程当中，麦以再生医疗法因为为第一案红败开，南亚立委爆发冲突。 也那大力推动再生医疗法的绿营立委区议员，甲国民党罗志强、齐卡心，甚至是起卡动手。罗志强不断的来挑衅，所以我拍了他的脸一下，然后徐巧芯、陈玉珍就过来了，我的衣服就被撕破了。 就是很重的一记耳光打下去，那当时头是有一点晕，所以我其实当下是没有反应过来。不要觉得你的暴力是可以无穷无尽的，不要让民进党的暴力惯坏你们。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的内容，包括总统去国会做国情报告，表示国会法权、国会调查权、听证权甲民事动议权关键的条文，2完成三读的听书。你绝对是历史真人。 历史罪人，韩院长完全不顾这程序正义。你是听命谁？当然听命北京，民意的反扑全部站在立法院外面，你可以没收国会，但是绝对没有办法没收民意的。赖总统，你从当选到现在，跟所有的在野党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。 沟通询问，这不是一个国家元首该有的格局跟气度，应该尽速的召开国事会议。对于场外有非常多公民团体或者是年轻人，他们因为受到民主进步党所散播的假讯息而迷惑，或者是产生误会的，我们也都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进行说明。民进党团强调讲，一定会声称实现。 调也嘛已经决议延长开会的时间。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正三读了后，按算要继续搁审议再生医疗发展法草案，甲地方平台补助费等等的法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